各位朋友、弟兄姊妹平安。今日繼續同大家分享一啲末世嘅徵兆。今日要分享嘅呢係一個末世嘅超級標誌嚟嘅，好重要嘅末世徵兆，就係呢以色列嘅復國。嗱，喺1948年5月14日呢，以色列呢喺亡國近2000年之後呢，喺佢哋以前嘅國土即係流奶與蜜之地，神俾佢哋嘅流奶與蜜之地呢，係宣布復國㗎。咁呢個呢係一個好驚人、好令人震驚嘅神蹟嚟㗎。以色列呢個民族呢，喺公元70年呢，俾羅馬人統治，咁佢哋就叛變。羅馬人呢就強力鎮壓，徹底毀滅佢哋呢個民族，攻入耶路撒冷，焚燒聖殿，將猶太人呢驅散到天下各國。咁從此呢，佢哋呢四散東西2000年來咧，佢哋冇中央政府領導，冇共同嘅領土，甚至連個語言咧都幾乎係消失。喺咁嘅情況下咧，喺20世紀嘅中期咧，佢哋能夠咧重新聚集建國，並且咧之後咧喺多次嘅中東戰爭咧奇蹟般地生存下來，直到今日。呢個咧係只能講咧，我哋係歸功於神嘅信實守約。神嘅信實係好明顯嘅，因為神承諾咧，佢係唔會讓呢個民族咧係滅亡嘅。咁建國之後咧，猶太人又回歸喎，佢呢個浪潮咧係持續不斷嘅。嗱，你知咧，四散天下之後咧，佢哋去到外國咧就落地生根，咁就唔會話咁容易咧係翻以色列嘅。但係咧，自從以色列復國到而家咧，已經有超過咧係300萬以色列猶太人咧，從全球各國咧係回歸以色列地嘅，完全應驗咗聖經嘅預言。以賽亞咧曾經講咧，佢話主必再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餘的。呢個預言好多關於猶太人嘅回歸神對猶太人嘅保守嘅預言咧，都完全應驗嘅。喺二次大戰嗰陣時咧，希特拉咧係用集中營嘅方法咧，大肆屠殺咧600萬猶太人。當時咧係600萬咧係世上猶太人嘅1/3嘅。當時有1800萬猶太人，咁希特拉咧係殺咗600萬嘅。咁當時猶太人咧能否繼續生存都成疑問。猶太人咧更加冇可能咧係重新建國嘅。但係咧聖經咧就講俾我哋聽咧，神咧係會喺一啲冇可能嘅境況之下呢，係俾佢哋復國嘅。以西結書37章10節就咁講啦。佢話呢，於是我遵命說預言，喺呢個以西結咁講。佢話氣息就進入骸骨，骸骨就活過來，並且用腳站起來，成為極大的軍隊。以色列人呢，不止話好似死後復活咁仲成為極大的軍隊。建國之後咧，以色列咧就日益強大。而家咧真正咧係有一個極大的軍隊，佢哋同敵人戰爭咧係屢戰屢勝嘅。到今日咧都喺中東咧係屹立不倒嘅。雖然佢係一個好小嘅國家，好少嘅資源，好少嘅國土，但係咧都係屹立不倒嘅。呢個咧就係神俾我哋一個咧好壯觀嘅奇蹟，亦都係末世嘅超級標誌嚟嘅。好，咁我分享到此為止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